要讲国语。莲池大师是我们在念佛净土中的第8代的祖师。所谓薄地，他讲的薄地凡夫欲登圣地，其事甚难，其道甚远。今但持名，即得往生。既往生亦即得不退，弹指圆成，一生取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他的用心已经彻底的了解到我们众生的无力了，众生无力，其他任何修行的法门呢，都是靠自力，唯独只有念佛是靠他力，所以他很用心的告诉我们，把他的这种学佛的经历啊，他所得到的这种心得讲出来，告诉我们，薄地凡夫就这么广博、这么宽广的大地。所有凡夫就是我们具有贪嗔痴这种人呢，这种人叫做凡夫。这么广博的大地上面的一切，所有具足了非常很坏的这些习性的众生，叫做薄地凡夫。这么广大的众生欲登圣地，你想要跳上去了。想要跳上去、登上去这种圣地，达到这个圣人的境界，也就是解脱嘛。你如果要登上这个圣地啊，到好的地方，到圣人的地方，那么其事甚难。这个事情呢，这种想法呢，是非常难的，很难，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情。这种事情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很大的挑战，相当的艰难，其道甚远。这条道路呢，是非常的遥远呐，不是很近，很远很远。当然很辛苦喽，你必须要有很大的毅力啊，很大的勇气啊，你有很大的决心呢，你才能走到终点了。所以这条道路呢，你要达到你的那种理想，你要追求的目标，这个道路非常的遥远，非常的遥远。现在怎么办？你要进入圣人的境地，都人人渴望嘛，大家都在追求、向往的一个目标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，就是一定要离苦得乐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往生成就啊。那么怎么样做呢？他就告诉我们，一般凡夫是很难。现在只有今，就现在，现在唯独只要今你持名，你好好的念佛。只要你好好的念佛，即得往生，你就能够很快达到你的愿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往生。往生跟一般人讲的不一样。社会的人叫做过世嘛，这个人过世了，断气了，死亡了，我们就说过世。但是唯独只有念佛的人叫往生。我们要前往莲花极乐世界的。那种七宝池里面莲花化身，所以叫做往生，即得往生。只要你念佛持名就把这个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呢抓着不放，紧紧的念念不忘，抓它就是一直在修持你的嘴巴不停的念，就持名，你就能够达到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这种希望。即往生矣。如果你一旦往生西方到了那里之后到了完成了这个使命以后，即得不退，你就永远不会退转了，永远不会退转。不是我们娑婆世界，现在我们在人间修行，有时候感觉好像今天很清净的，没什么烦恼，感觉道业好像稍微有一点提升了进步。但是呢，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用功了，很多事情烦恼了，对不对？看了什么不顺眼呢？心里面烦闷呢？你看，你感觉自己无力嘛，没有力量，你马上就退转，马上就退转。练2天呢，就休息好几天，因为我们的人的惰性就是这样，很容易受环境的诱惑感染，所以我们的心静不下来。那么，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，永远不退，不会再退转。只有进步，不会退转，这叫即得不退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弹指圆成
一生取伴，就好像我们所谓的那弹指，就是把那个我们人呐、在桌上要拿一个橘子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垂手可得，马上就可以拿得到，很方便，很容易，很简单啊！就弹指圆成就一刹那时间就对了。我弹一个指头，噔，这么弹，那快不快啊？快，很短暂的时间就能够圆满成就了，就能够圆满成就。那么一生期伴，你一辈子当中，你这一世、这一生、这一世，你已经拿到你自己希望要登圣地的这个愿望，你已经把它办成了，啊，已经把它办成了，完成的意思。所以一生期伴，你已经拿到了，已经办好了。怎么办好了？就是你登这个圣地了，登上圣地。圣地是哪里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我们如果跳脱了六道轮回，往生了极乐，我们一辈子所有的生死轮回就斩断了，这个痛苦就结束了。所以你看，莲池大师已经这么清楚告诉我们大家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了。我们这种凡夫众生没有第二个选择啊。没有第二个选择，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再受生，不要再受死，不要再来继续这么受这种折磨。不需要，那怎么办呢？唯独一条路哦，原来金蛋持名。今天只要你蛋就是只要，今天现在你只要哦，紧紧的，唯独的，你只要持这个名号。你修持这个名号，你就可以往生，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。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很重要。我这样讲，你们听明白吗？明白，都能听得懂吗？听懂啊？哎呀，你们程度很高啊！有时候我用国语讲，你